恭喜在座各位學員順利完成今次4日3夜嘅學警體驗營。經過連日嚟密集嘅課程，大家親身參與咗警務嘅訓練，即使喺烈日當空之下嘅操練，或者係考驗團隊協作嘅各項挑戰，大家都能夠迎難而上，刻苦堅持，充分展現出本澳年青一代嘅自律、堅毅、有擔當嘅良好風貌。我辦公室嘅窗咧，去睇住你哋呢幾日點樣去克服天氣，都仍然係好投入咁樣去進行嗰啲嘅鍛鍊。揼住雨嘅情況底下，又係喺度做一啲嘅軍事體操訓練，都係好有紀律性咁樣去完成嘅。為你哋點讚，俾掌聲自己好嗎？